大潭交流道，这个改善工程是我们中央核定这个我们高铁特运区啊成为这个绿能园区的时候，那么我们建议要把这个大潭交流道改善它的功能。后来公路局在设计的时候呢，那么他发现把这个出口啊再增加一个出口。也就是说，把它呢延伸到这个高华二路这边，因为高华二路呢是在我们高铁车站的这个东边，那我们中正南路是在它的西边，所以有2处出口那对我们这边的交通呢会有更大的改善。这一条交流道对整个一个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相当的重要。因为从整个一个大潭交流道这个匝道进来之后，就不用再绕到所谓的外环道。除了可以促进整个一个交通的便利之外呢，那对于整个产业的运输也是相当的方便。那特别是在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的建设一到位之后，更显得整个一个交通也相当的重要。往高铁咱就直接下放去嘛。咱这个交通的这个疏导非常的好。比咱这个高铁区的这个发展非常的好。咱这发展起来，应该有将近2-3万人的人口伫这。若包括后咧，包括咱公部门的办公可能要超过5万人。所以有这个交流道的时阵，对咱这个交通的疏通非常的好，嘛当更加带动咱这个高铁区、咱绿能园区的这个营调。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知道，沙仑地区的发展非常快速，而且每逢假日的时候，有2大次人流会造成塞车。第一个是去三井Outlet或是去会展中心开会或者是购物的；第二个是去搭高铁的，这个人流。平常有时候高铁在每逢假日的时候，不仅是高铁站的这个停车位一位难求，那甚至于整个车流都会往后回堵。那因此呢，我们很感谢公路总局在开辟侧车道以及这个优化台86的大潭交流道。那我们看到，事实上非常感谢交通部的支持，这总工程经费高达3亿元，然后他们支持了2.94亿元。但是不仅是经费，在这个工程如期如职，只花了一年又7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完工了。这样子，因为中间有包括400多公尺的桥梁，还有700多公尺的平面道路，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工，那也展现了高效率，让这个工程没有延宕，如期如职完工，真的是非常谢谢。那带给地方很大的繁荣跟交通的便利，人流车流的顺畅，这个交流道大潭交流道延伸工程功不可没。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面对疫情，各行各业都有一定程度冲击。不过，2022年关键杂志伫台南经济就业的满意度以6.9得到全国第一，凸显台南市伫积极防疫同时，嘛持续带动经济发展。市长委托26号特别感谢团队甲企业界合作，嘛强调控制疫情为台南拼经济决心。其实这一波的 Omicron 疫情对于制造业的冲击有限，所以台湾的出口都很亮丽。但是对于服务业、餐饮业这些传统产业，事实上冲击是比较大的。以这次全远见杂志的民调来说，台南市的这个经济就业的部分的满意度有69.2%，这个在全国来讲是最高的。但是看到其他的部分包括这个安全、治安、卫生，我们的满意度都有70%到80%，这个都是6都第一。这个部分给市府团队的一个启示是，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
市长进一步表示，台南推动经济就业，除了要让头家找到好员工，嘛让台南的失业率连续3档是6度上低3.9%，劳动参与率62.4%，嘛比全国平均较高。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对1809年开始，已经有渔民配合台江国家公园，用做乌面腊杯来台南生态友善的计划。一直到今年出色的4位渔民，除了一一将伊所生产的水产品甲大家分享，嘛透过饭店的手艺，煮成一道一道美味的料理。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在水产品用纯海水养殖，经过乌面腊杯伫食食的需求，安心无顾虑，所以号名黑皮牌授权，相关的商品嘛正式上市。黑皮产品您享用，水鸟餐桌我准备，请揭牌。开始来发展推广生态友善栖地营造的策略。那109年只有3位渔民提供到10公顷左右，经过我们的鼓励跟宣导，那在去年110年就增加到11位，有50几公顷。那今年111年更扩大，有大概有20几位渔民能提供到160公顷左右的渔温来提供生态养殖，那也促进我们今年黑皮的全国数量在全球达到3824只左右，那62%都来台湾来渡冬，而台湾渡冬黑皮有92%都在我们大台湾地区，因此产生这个生态有栖地营造，也促进这个栖地的改善，让我们渡冬鸟类可以很好的栖息，让我们生态保育可以成为我们很重要的策略。那台江这地区也会变成为我们大台湾地区的后花园，以及很重要的生态保育的环境。其他人甲焦虑拢当共一个产德，台江国家公园伫顾问团严格把关，无用化学肥料、拍平时降低气温、水位等做法，互愈来愈侪渔民支持，创造生态、生活甲生产三赢。台江国家公园它有这个想法，就是让我们的渔温在我们在休耕的时候能够让。刚好黑面琵鹭来台湾，然后有多余的食物，有剩下的一些食物，能够一些鱼就是我们已经采收完了，我们不需要的一些杂鱼杂虾，可以让他们来做他们的天然的厨房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啦然后这个以不伤害我们的利益为原则然后做一个符合我们七股地区生态养殖的一种结合是一个我是觉得一个非常好、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黑皮是算是种国际性的保护鸟类啦那我们就是利用黑皮牌，然后挂上这个品牌以后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七股是一个非常友善环境的一个养殖地区然后希望以后能够让大家有这个很好的概念就是对环境要友善不止人人类还有鸟类还有我们的大自然能够和平共存。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以后将持续透过通路甲餐厅来推广黑皮牌商品，扩大社会各界认同。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娱乐事业商业权益促进会由理事长詹正义、副理事长林祖文、肖志光带领会员干部大约100人左右，做伙到台南市会顶前，希望政府会当补助娱乐事业业者，互因会当生存落去。大家的生活，伊若比如讲，像比如讲旧年呢，疫情这严重，政府来甲阮禁起来，做者小食，这个来这个轻松的真济，所以今年伊政府无动，伊都共存，所以这是一种政策。但是呢，你这个政府，你这个要用这个补助呢，就头我这个记者会有讲过，你这个你要补助，你要有一个公平性，平时拢这个纳税的公司，缴税的人民是安怎独伊个来补助迄几位？阮这个娱乐事业嘛是一个服务业，是安怎？阮这个服务业独
无来补助安尼。业绩减少8成，一个月阁爱开200多万的人事费用，而且补助阁补助袂着，互詹正义压力非常的大。但想到员工需要薪水食饭，以后才会当硬撑，就是希望因的声声会当被听到。阮营业的一个月爱了花250万，因为员工因拢爱生存阮拢爱付薪水，所以阮税金少缴，租金嘛是拢爱少缴。尤其阮的这个五路税、营业税，我也是拢爱缴，也是要阮减安尼。所以阮种种的目睭金，阮拢爱做者开销，但无法度，我嘛是讲为着讲我遮所有这个人员因的生存，阮公司嘛是嘛是一定爱经营。减偌济成？减差不多8成。业者表示，疫情开始拢是娱乐事业第一个停业，但政府的补助拢领袂到，要求政府爱公平，莫当作伊是三等公民。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本土疫情爆发，民间以及网络上陆续出现许多未经官方认证的疫情相关资讯，或是没有被专业医疗团队所确认的偏方疗效。总价宽频为了善尽企业责任，提醒民众在接收到疫情资讯的时候，请务必停下来看清楚，并咨询专业人员，听从相关建议。疫情越来越严重，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常常因为我们都每天宅在家里，足不出户，那常常可以从不管是媒体、网络上呢，或者是我们长辈的赖群组里面呢，会接收到许许多多的，不管是充斥着一些假新闻啊、假消息甚至是有一些偏方都出来。那可是呢，我们这边必须要呼吁民众说，遇到这样的状况呢，最好是经过进一步的求证。台南市政府为了让市民朋友更便利，开发出提供给确诊者所使用的台南共照云，以及一般民众皆可以上去查看资讯或者咨询的台南快易通。透过平台可以查询到最正确的疫情资讯，也比较不容易被错误的讯息所误导。最近因为我们确诊的人数越来越多，那相信其实大家在一些平面媒体可能都会看到一些讯息。那为了让大家掌握最新最正确的讯息，也避免说一些资料错误的传递，所以台南开发了一个叫做台南共照云的一个 Line@。那除了台南共照云的 Line@ 以外，还有台南快易通的 Line@。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是一般民众的话，我们欢迎您加入台南快易通。在这个台南快易通的平台里面，它有目前譬如说 PCR 筛检的医疗院所、快筛的购买点，那以及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快筛的判读，那里面也有一些目前的健康政策的专区，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最新的资讯。网络的资讯发达，所有的资讯常常未经过证实而流窜于人人的手机当中，请民众收到讯息的时候，请务必养成习惯，经过查证过相关的单位确认真伪，才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防止误导他人。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自细汉学习书画的艺术家林亮英老师，大约伫30岁左右投入画图的学习。因为本身是佛教徒，每天拢会读经、写经，甲佛教因缘相当的深，所以伊画出来的菩萨特别具有空灵感。作品深受真侪典藏家喜爱，但因为大多数的人感觉到佛画是一种信仰，所以互艺术家林亮英决定行出画室，积极参展。和更多人认识伊的作品。一开始我真的是写字，然后后来就画活像画，后来就开始画一些艺术的创作。那这中间里面，我也是一边学一边画，然后后来发觉说，活像画其实就是一种信仰，它很容易被归类到一个传统工艺里面去，所以我就开始走出画室，去做一个全国性的比赛。那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其实一开始是尝试啊，也无心插柳，然后后来就不断的得了很多大奖。那当然我的艺术创作也被看到了。
然后我就用这一种艺术创作来铺成我的佛像画。难得是林亮宇老师的创作，无界系列柯利蒂姆和他护佑的儿女们。这次不是以传统工艺奖入选全国美展，而是以艺术水墨类入选，成功将当代艺术融入在咧互绘当中。这几年来，我是更尝试把佛像画跟当代的人物结合在一起，让它有一种古今交融的感觉。那也产生了很多有趣跟诙谐的画面。那这次很不容易可以入选全国美展，不是以传统工艺而去入选的，而是以纯艺术的水墨类，然后参赛得了一个奖。那今年的7月到9月会在台中全国美术馆的全国美展上面来跟大家见面。不止7月份在台中国家美术馆的2022全国美展，7月8日到8月14在新营文化中心有一场迎风飘逸美展，在这也会当看到林亮宇老师以及全国40位艺术家的创作，喜爱艺术的朋友千万不通错过。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根据国建署资料显示，不稳症在台湾大约占比15%左右，平均是每6对就1对。真侪不稳的翁仔某会选择接受人工生殖方式，希望会当成功有囡仔。了到病院，医师会建立治疗卵子以及精子，以提高怀孕率。但是有可能造成多胞胎，让妈妈有危险，也则是造成家庭经济负担。奇美医学中心生殖医学科就特别开发出一套 AI 人工生殖植入前怀孕率与双胞胎几率预测系统，用来分析怀孕率以及双生的几率。试管婴儿疗程过程中取得的卵数，或者是他先生精虫的状态，他如何受精的方式，比如说他是使用 IVF 就是人工受精，或者是 ICSI 就是显微受精等等的这些疗程中的这些发生的事情，也会影响到他最后怀孕的成功率。那我们研发的这个 AI 预测怀孕率的系统呢，就是能够在我们的胚胎植入之前，帮助我们的患者可以去理解说，那如果我现在挑一颗这样子形态、这样子品质的胚胎来去做植入的时候，它能够获得的怀孕率有多少？那或者是说我应该要挑2颗怎样类型的胚胎再去做植入，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怀孕几率？我们希望我们植入适当的胚胎数，可以让我们这次植入的怀孕率可以提升。那但是植入的胚胎数又不能太多，不然会提升太多的双胞胎的可能性。有些人是喜欢双胞胎哈，但是呢，双胞胎如果顺利生下来，大家都会很开心，但是后续而来的经济压力当然也是很繁重。阮仁宇医师说明，人工生殖治疗流程繁杂，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影响到最后怀孕结果，而且试管婴儿疗程成功几率，每一个人拢无同款，尤其受到年龄、卵巢功能影响上明显，其他因素如精液品质、不稳诊断、生活形态等等，对着试管婴儿疗程成功率有相当程度影响。因此 ，AI 具有学习能力。会当运用复杂演算法学习，所以特别适合应用在资讯量非常大生殖医学领域，结合人工生殖甲人工智慧技术，相信 AI 预测系统将会是未来的趋势。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讲到印度料理，大家第一个联想到的肯定是跟咖喱有关。老板是一位来自印度的华侨，会开印度餐厅，是因为要把小时候吃的味道给保留下来。我本身是印度华侨嘛，那也喜欢吃印度料理，因为从小就接触到这种料理的东西了。对啊，从小吃习惯了，想说来到这里也看到没什么人在开这种料理自己就试试看。有趣的是，老板自己也觉得印度料理味道太重，所以在烹调上也做了一些变化。那个一定要去改变的。如果只做纯粹印度的那个的话，会受不了，连我自己都受不了。所以一定要把它调配到让我们这边的人习惯。重点吃印度料理就是吃那个咖喱。印度料理怎么能不提到经典的咖喱呢？
这一道烤鸡肉咖喱可是店内的人气招牌呢。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是烤鸡肉咖喱，对，那也是精心，那个鸡肉是用炭烤的，烤过再去煮的。里面还有加很多辛香料啊，还有加那个奶油啊、鲜乳子啊，而且去配合出来，把那个咖喱用到比较温和，不会那么涩。这道印式炒蔬菜，蔬菜的鲜甜加上香料的点缀，多种层次在嘴巴里围绕，可以说是滋味满满。另外一道是印式炒蔬菜，就跟我们想说，跟我们台湾的炒法不一样。我们台湾的炒法没有就不会加香料，那我们会用香料加进去炒，这炒出来就看起来，虽然看起来是有点类似，但是就是那个香料的特色又跑出来。有别于以往偏淡的日式咖喱，喜欢口味稍重的印度咖喱料理也是一种不同的选择哦。记者许纯清、陈柏宏高雄采访报道。红葱头炸成酥，樱花虾、香菇、瓜豆、猪肉、芹菜，还有重头戏芋头，满满一桌的配料，志工妈妈将用巧手煮成古早味咸粥。主要按葱啊扫落去浸后煮遐油哈，准饼落煸猪肉，香菇下落，香菇下落吼，按落去炒，伊香气拢出来。按樱花虾较下落，芋头啦、米啦、花豆，做伙落去煮安尼。将猪肉放进锅内大火快炒，再依序加入配料，不断翻炒。高雄市林雅区裘阿卡乐龄学堂香味四溢，来上课的长辈们好幸福，在课余还能品尝到志工妈妈的好手艺。而今天这一道古早味咸粥，正是阿春姐的招牌。餐厅吼，人会煮，按佚佗人会煮，煮安人好食，按顿来都会学。都往落煮，气味真好，因为蔡妈妈呢，伊真好煮，煮料真好。滚烫的咸粥冒出白烟，受到疫情的影响，不能共餐，只能一碗一碗分装好，让长辈带回家享用。而里长当初创办学堂，就是希望能够提供给长辈更完善的照顾。就好比把这些老菩萨长辈们的当做我们的小朋友一样。那课程的之余呢，还要设一些点心给他们享用。那因为疫情期间呢，我们现在就是不提供一起用，那让长辈们包回家使用。长辈们跟着老师的动作比划，活动筋骨，上课完还有小点心可以吃。里长说，这都要感谢志工们的帮忙，凝结里民的力量，一起照顾社区长者。最主要感谢我们里内的志工呢，除了代课以外，还有妈妈们呢来准备一些伙食餐点，把他们拿手的好菜来跟长辈们来分享。就像这些长辈。因为都是在我们的四周围，而且我们自己也有阿公阿嬷，就是看他们也会觉得说，你走在路上会跟你打招呼，然后就真的是像亲人一样。像亲人一样，裘阿卡乐龄学堂的长辈们和志工感情都非常好，据点几乎每天都会安排课程，不但改变了长辈原本平淡的生活，更是可以借机照顾他们的饮食及健康。记者林嘉义高雄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